大學生嫌辛苦，50歲熟手裝修工月入2萬，聽落去好似係笑話，但喺2025年嘅中國的確存在。你有冇發現，依家最唔愁嘅唔係寫字樓打呔嗰班人，而係揸泥刀、揸電鑽、滿身灰嘅裝修佬。大學生投50份簡歷，石沉大海，想揾裝修佬貼50塊磚，少啲錢都冇人願意幫你做。2025年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5%，16至24歲非在校青年失業率18.9%，創歷史新高。但同一時間，北京、杭州、廣州嘅裝修工人工費全線加價，瓦工日薪500到800，水電工去到1000，平均月入過萬。熟手技工排單要排到2個月之後，一邊係大學生嫌辛苦唔夠體面，一邊係50歲瓦工笑住數錢講辛苦，揾到錢就唔叫辛苦。中國就業報告指，2025年上半年新增城鎮就業695萬人，藍領崗位招聘暴漲300%，反而請唔到人。喺呢個時代，有一門好手藝先可能係真正嘅鐵飯碗。有人講依家就業難，但係裝修老闆講難，我係請唔到人啦。根據人社部同招聘平台統計，2025年裝修類職位招聘需求暴漲300%，施工人員、木工、油漆工、水電工師傅都係熱門嘅缺口，而裝修建築類嘅職位平均月薪達到8303蚊，同比上漲10%。但你睇翻工地嘅實際情況，裝修團隊之中平均年齡40到50歲，年輕師傅唔夠10%，好多師傅都講想收嘅徒弟都好難。一個瓦工講，年輕人唔肯捱，唔肯食灰，我哋呢一行就快斷層噶啦。反而大學畢業生周街揾嘢做，文職崗位內捲到爆，白領面試要捲英語、捲 PPT、捲氣質。應屆生上網留言講，點解自己讀咗4年大學出嚟揾嘢做之後，仲唔夠老豆砌磚賺錢賺得多？講一個真實故事，阿傑26歲，大學畢業喺廣告公司做設計做咗2年，公司裁員，佢係其中之一。之後投簡歷、面試、試工、降薪，半年都揾唔到穩定嘅嘢做，最後佢去送外賣。老陳52歲，初中畢業，從18歲開始貼瓷磚，做咗30幾年。佢唔識乜嘢 PS 乜嘢 AU， 但識睇水平線，識懂收口線，一塊磚錯咗半毫米都睇得出。老陳講得輕描淡寫，我哋手藝人係講精唔講多。依家客人揾佢做嘢，仲要排隊預約，月入輕輕鬆鬆過2萬。佢仲嫌客人太多，想休息都冇時間。有一日，阿傑送餐去寫字樓，啱啱遇到老陳喺度貼磚。阿傑同佢講：陳師傅，你哋呢一行真係辛苦。老陳擦一擦汗答佢：辛苦有飯食，舒服要肚餓。嗰一刻，阿傑呆咗，佢突然之間明白自己以前以為嘅體面，原來只係唔想出汗。而人哋出汗出咗大半世，買車買樓，又有幾十萬嘅存款。今時今日，肯做先可以改變命運。中國建築裝修業養活超過5000萬人，全國靈活就業人員差唔多係2億。呢一班人之中，有裝修師傅，有外賣哥哥，有地盤佬，有快遞員。佢哋唔喺鏡頭面前，但撐起就業大盤。國家報告指，2025年城鎮新增就業目標1200萬人以上，失業率控制喺5.5%左右。但結構性矛盾嚴重，白領太多，藍領太少，學歷夠多，手藝唔夠，手藝人貴，唔係炒價而係稀缺。裝修行業老年化嚴重，50歲以上嘅師傅佔比過半，年輕人怕熱、怕攰、怕邋遢，結果熟手技工一邊捱住腰痛，一邊接唔晒啲單。當人工智能可以開始幫你寫文案，可以幫你畫圖，可以幫你剪片嘅時候，但手藝人繼續靠雙手揾錢。未來10年最穩陣嘅工種可能唔係寫字樓，而係貼磚、布線、木工、焊接。社會嘅體面定義早就變咗，唔再係你着得有幾乾淨。有一條評論講得好好㗎，以前老豆叫我讀多啲書，唔好好似自己咁樣做一世裝修佬。但係今時今日讀完書之後，真係想翻去學做裝修。唔知大家又點睇？歡迎留言俾我。本期節目講到呢一度，我哋下期再見啦。